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加拉太书2章15到21节。别为圣经记伫新约第215页。其他版本的耶稣，请看原幕。加拉太书2章15节。咱虽是做犹太人，毋是外邦的罪人。既然知得到称罪义是对，既然知人得到称罪义，毋是对趁律法，独对信耶稣基督。咱也有信基督耶稣，互咱对信基督得到称罪义，毋是对趁律法。因为对趁律法，无人会得到称罪义。但说使咱得求伫基督得到称罪义，也家己要顾显出做有罪的人，安尼基督是罪恶的切用嘛？断毋是。因为我若过去我前所废的，就是表明家己做犯法的人。因为我对律法就律法已经死，要互我上帝来活。我捌甲基督当顶是未嫁我，还佫得活，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点伫我得活。佮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是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我无废无上帝的恩典，因为对律法若为得到义，就基督无因端来死。以上，这是请本堂柯成凯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人人拢会通得到救，人人拢会通得到救。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互阮拢得到救。这是求你的信心，甲阮同在，互阮会当明白你要对阮讲的话。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姐，大家平安。顶一次甲大家分享加拉太书第1章的时阵，有邀请大家转去的时阵，爱想讲你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故事。我想你敢准备好啊？我想咱中间有侪人，其实伊的经历耶稣基督生命的故事，伊早就准备好啊。那呢，今年你要甲偌侪人来分享你经历耶稣基督的故事呢？伫今仔的经文第20节内面讲，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腰骨咧活，又毋是有缘的我，就是基督点伫我咧活的。佮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我，实在伫信上帝囝来活。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这个是耶稣基督为咱咧讲的故事。那呢，你的故事是啥物呢？当咱明白了解，咱要甲人来分享你生命的故事的时阵，咱甲今仔日的经文所读的，咱对第2章一起头，咱会当看。保罗伊所面对的问题，保罗伫拄着国外的主3年了后，才头一摆去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雅各。14年了后，伊第2次再搁甲巴拿巴转去到耶路撒冷。也毋过帮我按，也毋过保罗咧面对的问题，是要讨论外邦人加入基督的教会，敢爱接受割礼的这个问题，这是保罗伫传教的这几年中间所拄到的问题。14年了后，伊搁一摆要转去到耶路撒冷，迄个时阵，伊嘛要将安提阿教会要来互耶路撒冷遐送向的信徒的奉献，做一届带过去。伫一届的旅程，保罗要带巴拿巴甲提多做伙去，因为巴拿巴伫调和外邦人的教会以及耶路撒冷教会中间有真大的帮衬，带着提多同行，
是要互耶路撒冷的使徒了解外邦人进入到教会的帮赞甲利益。提多是一位希腊的基督徒，伊接受福音，当伊接受福音了后，伊就用耶稣基督成做伊生命的中心，参与着保罗的服侍。所以保罗伫即个过程中间，一直咧面对割礼即个问题的时阵，保罗无同意提多接受割礼，嘛因为安尼，犹太人就真互保罗有一个压力伫的，因为有一群犹太人因认为，你相信耶稣基督，要顾你爱受到割礼，才有法度得救。这背后所影响的是，上帝未将这个救恩予遮的外邦人，所以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要成做基督徒，爱先接受割礼，割礼了后，你才成做犹太人同款的人。所以割礼成做得救大生，而且是必要的条件。这个是保罗上无法度去接受的，所以真明显的，加拉太教会拄到的问题，就是有人入来到这个中间，将要得救成做犹太人的这个信息来传入去。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伊一个表明讲，要保存这个福音的真理，伊绝对袂伫这项事顶面来让步。所以保罗更加强调的是，伊伫外邦人中间有负担起去传福音的责任，就亲像彼得伫犹太人中间担负起传福音的责任一样。所以对第2章，保罗连续煞提到讲，遐有名声的人，咧说明伫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内面已经有改赞的迄个制度的情形出现。有一寡人，互人认为是较重要的，所以当有一群人入来到外邦人的教会咧扰乱的时，因讲保罗伊的使徒的身份无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授权，所以保罗伊所讲的，甲因这群人所坚持的有关得救的这个条件是无共款的。但是保罗伫这个所在，伊要说明家己做使徒，毋是对耶路撒冷来的官兵。伊要讲的是，伊所得到使徒的这个身份，是对国外的主亲身服伊的。所以这中间，保罗要互耶路撒冷遮的教会所有的人明白了解，人外在的地位的关系，伫上帝眼中毋是上重要的。上重要的是，伊有受到上帝呼召也无？伊所要做的，是毋是合伫上帝呼召的内面？所以保罗伫地位真悬的遮耶路撒冷的领袖的头前，伊讲出家己的事工，讲伫伊伫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事工，而且得到雅各、彼得、约翰3位领袖的同意。伫经文内底讲，保罗甲巴拿巴有甲因握手，握手了后，才来因成做传福音的事工。所以这3位领袖同意因有2条宣教工作的路线。第一是保罗继续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第二是因继续留伫受割礼犹太人的中间来传福音。当因做这个决议了后，上重要的就是保罗咧外邦人宣教的事工顶面，毋免阁尊谈过去犹太人爱受割礼的这个样式，就是讲外邦人要成做得救的人，伊毋免先成做犹太人。了后，耶路撒冷教会只要求一件代志，就是要纪念伫犹太人中间送香的人，因为安尼，雅各
彼得、甲约翰，因毋望会当得到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互外邦的基督徒，也会当记牢这个真重要的假事。保罗完全的同意，因为真济困苦的信徒，这是落实咱信仰的一个见证。尤其这个正济事工是对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伊安尼甲保罗讲的时阵，就是外邦的教会犹原爱担起同款的责任。甲今仔日，咱伫世界各所在的教会，咱犹原爱来落实这个信仰的见证，就是帮助遐送向困苦的信徒。所以，这是保罗所拄到的问题。那呢，伊咧拄到这个问题了后，伊咧传福音顶面的挑战，这个挑战其实犹原是同款的。福音照着保罗往外邦人传扬出去，直到今仔日，咱才有法度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但是今仔日，咱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现在回到上一页，先不要那么快。咱是什么好处呢？因为保罗伊所拄到的挑战是，有一群固守坚持传统的犹太人，这群人因认为爱得救就爱成做犹太人，所以这是保罗伊咧传福音的挑战。因为安尼，你要得到上帝拯救，就出现了条件。保罗不断咧安尼咧讲，所以若安尼来看，犹太人咱若甲看做就是一群老信徒，咱若甲看做是一群老信徒。若安尼真做外邦人的人，因就是新来的信徒。进入到教会，进入到团契过程中间，其实拢会拄到真大的阻碍。拄则迄张 PowerPoint， 我要问的是，你知影教会一年有偌济人来到咱的中间吗？伫2013年有148位，伫2014年有143位，这是阮文成长老摕到的数字。那你知影有偌济人留落来，继续甲咱伫即个所在咧敬拜上帝，咧参加团契吗？2013年有19位，2014年有14位。看起来只有差不多10% 的人会留落来。那呢，我就开始咧思考，到底迄个90% 的人为什么无留落来？因是伫即个过程中间拄到什么困难，也是拄到什么阻碍啊吗？伫今仔日的教会内面，我知影咱在座有真侪兄弟姊妹。是自细汉就伫教会内面大汉的，所以咱有习惯的沟通的方式，咱要用习惯的语言话术来讲话。咱来到教会，咱嘛有习惯咧坐的位，所以当教会咧规划事工的时阵，咱比较较少去考虑到迄个要新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也是遐未信的兄弟姊妹，是毋是咱伫不知不觉中间，咱嘛陷落伫一种遮新来的兄弟姊妹，爱先正做甲咱一样的人，因入来了后，爱先做这个，爱先做迄个，那呢，才有法度得到上帝的恩典。咱是毋是不知不觉已经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保罗咧甲咱讲，对今仔日的经文内面，保罗尽力咧拍破这种内在的这种框架伫咧。所以，咱今仔日因为保罗的努力，咱才有法度得到这个福分。同款，咱即马嘛爱学习去拍破这种教会的框架。但是真欢喜，咱看到咱教会，其实咱伫主日的时阵。咱拢有伫满足无共款人的需要。伫现主时，咱伫遮做礼拜；地下室有恩友，咱咧甲接待；伫5楼、6楼、7楼，咱有对青少年的接待。安尼敢有够？
安尼敢有够？那咱无去想，咱要接待遐新入来咱中间的这兄弟姊妹，那安尼咱要讲，咱要引带人来归向上帝，也是讲咱要来回应台湾地长了教会150周年的101的这个宣教的运动的时，咱若无去想，那咱所讲的要互人信主，永远干那伫遐想尔。所以，咱每一个人领受到这个恩典了后，咱宣认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救主的时阵，咱要真正知影咱家己的身份。根据《使徒行传》15章的记载，伫耶路撒冷使徒的会议了后，因针对外邦人加入教会做了真重要的决定，除了毋免遵守割礼以外，抑阁毋通食祭拜过5项无清气的米，袂当行奸淫，袂当食翕死的生鲜的甲火。另外重要的是，爱去敬祭遐送香的人14项。这4项看起来无啥物问题，咱拢会当来遵守。当时的使徒嘛会当来遵守。但是当遮的使徒离开耶路撒冷了后，实际来到外邦人教会的中间的时，久长以来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迄种偏见就走出来啊！因心内会想，我真正要甲即寡因认为无清气的人做伙食饭吗？彼得来到安提阿了后，就发生一件保罗认为非常严重的错误。本地彼得甲外邦的信徒做伙咧享受爱宴，一开始无啥物问题，但是后来当雅各对耶路撒冷派出使者到安提阿教会以后，彼得就纠起，就毋敢阁做即件代志，毋敢甲遮的信徒做伙食饭。彼得的态度影响到周围的犹太人，甚至连巴拿巴拢受到伊的影响，拢毋敢甲因做伙。对啊，即款情形对伫外邦的安提阿教会是一件真受伤的代志。所以当保罗看到即件代志了后，伊就指出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伊的生活亲像外邦人，无亲像犹太人。迄个意思是讲，伊是一个外口甲内底无一致的人。这是一个真非常严重的指责。续接，保罗咧向加拉太教会表达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其实，这个信息嘛是咧对咱每一个人咧讲的话。伊讲，咱每一个人是因为信基督，然后互上帝称作义。这个称作义，代表着咱每一个人是互上帝形成应该有的模样。照着信心，咱会当结连伫基督的身躯顶，恢复正做起初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应该有的面貌形象。因为信心，咱甲上帝才有正确的关系。那安尼来看，称义就是照着信心来产生的，是咱每一个人心甘情愿的回应，到投入，对因为信，互称作义来出发。保罗伫今仔的经文连续说咧，甲咱讲，咱毋通因为律法的行为来互人称作义，也是讲，咱毋通因为别人也是上帝咧看，直到咱行出迄个好的行为。那呢，咱做代志是要互别人欢喜，咱就应该毋通去做。也是讲，迄个大先先后的顺序爱正确，迄个次序爱正确。咱来知影，咱是因为信基督，体会到伊的恩典。了后，才自然的行出一个好的行为。
搁一解，互咱搁较清楚了解，是因为咱因为信基督，体会到伊的恩典，然后再真自然行出一个好的行为。那呢，保罗要甲咱讲，咱爱认知，伊直接讲出咱的身份，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保罗讲，罪人的称呼伫伊的身躯顶，嘛是咱每一个人拢爱认知的，咱拢是罪人。咱无法度照着咱真努力加倍要做好人，看过咱原本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但是伫经文的20节，甲基督同顶十字架顶面，这是福音真大的愿望伫这个所在。当咱认知家己是一个罪人的时阵，咱甲基督同顶十字架，代表着咱要结束咱家己自我满足迄个生活的方式，要开始一个新无共款的生命。这个就是甲家己献给上帝。所以上帝的恩典充满着咱每一天的生活的内面。咱每一个人拢是咧接受上帝的恩典，每一天拢接受迄个无条件赏赐予咱的礼物。咱会当对这个恩典中间活出真正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咱会当甲别人来分享咱经历耶稣基督生命的故事。所以当咱分享的时阵，咱爱真确信的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得救。咱爱确信，每一个人拢会当得救。咱除了对信仰的意涵内面来了解以外，咱嘛爱看见教会，也是咱每一个人，咱需要努力来照顾遐个弱势的人。有的人是伫经济顶面弱势，有的人是伫身躯顶，有的人是伫心灵内面，有的人是伫人际关系，有的人是甲上帝的关系。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软弱的所在。所以保罗认为，这是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努力的目标，因为信仰是需要互实践出来的。关怀周围软弱的肢体，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责任。所以上帝恩典遮尔啊大，真正真大。上帝恩典早就临到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所以咱真自然来学习分享出去。也毋过真可惜，有真侪时阵，因为咱人的软弱，咱的软者，咱太过重视迄个爱累积伫地面上财宝的这种观念，所以抵到咱对一寡弱势、软弱的族群、宣教的事工的关心非常有限。今仔日透过耶路撒冷教会要求，外邦人的教会嘛会当照着最信仰的实践，共同来负担耶稣基督所交托的使命。虽然彼得的软弱，和其他的犹太人同款软弱，甚至连巴拿巴嘛软弱落去。因拢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也毋过伫接纳外邦人的这件事顶面，因拢跋倒啊。其实有搁较侪时间，咱嘛同款，咱是毋是担心别人的眼光，担心家己无互信仰的群体所接受，结果咱做出往后壁来行退缩的一个决定，反倒定互搁较侪人受到伤害。所以咱想看卖，若是基督，伊会安怎做？若是基督，伊会安怎做？保罗邀请咱，转到咱每一个人的身份顶面开始，对咱的身份，咱来思想。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需要恩典的罪人，照着甲耶稣基督同顶十字架，咱会当互上帝因为信称作义。既然安尼，咱就更加无可能去要求别人爱照着律法来称作义。
所以保罗对彼得的指责，嘛是咧挑战咱每一个人。那呢，牧师要问的是：你敢愿意，真正愿意，行出你的脚步，刷你的脚步，去甲遐软正有需要、软弱的人做伙呢？有一个挪威的戏剧的作家，伊提到一个精神病院的故事。伊讲有一名叫皮尔金的人，到一间精神病院，伊去迄个所在参观了后，伊真讶异讲，伫迄个所在住院的每一个人，无一个看起来是亲像有问题的人。伊讲，伫迄个内面的人，因讲话合情合理，详细讲着家己的计划，甲所有一切的代志。所以，当即个皮尔金咧向医生讲着即件事的时阵，医生安尼甲回应讲因的确是有问题，因起笑啊。虽然你看到因讲话合情合理，但是因每一个人拢敢若关顾家己，任何的时间点，因无法度离开对家己的关心，甲家己的代志。各位兄弟姊妹，伫即个世界顶面，咱拢受到真大的捆绑、忧患，是亲像即点。咱拢干那关心家己的需要，咱拢咧想别人会安怎对咱来看，咱这就活着一个监压内面。所以，咱每一个人拢需要基督的恩典，帮助咱得到真正的自由。咱勇敢来行出去，为着上帝来活。我相信，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恁身躯顶拢有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恁每一位身躯顶拢早有基督赏赐互你的恩典。所以，你经历耶稣基督的生命故事，我相信你爱甲人来分享。透过你的生命的故事，透过你看见神来到教会遮的兄弟姊妹的需要，透过你看到伫你身躯边的人因的需要，互咱做伙来关心咱身躯边周围的每一个人。教会伫今年的关怀系统，阮就是要来关心每一个家庭。我毋是讲单单关心一个人尔。我毋望的是透过区长、小组长以及兄弟姊妹来关心恁全家每一个人的需要。那呢，咱会当来关心因，伫遮，咱会使来做一点仔信仰的反省，啊，甲咱的行动。咱会使来想看卖，一位新来到咱教会兄弟姊妹，咧参加聚会的时阵，因会拄着什么困难？咱会当安怎来体贴因，来做一点仔的改变？也是咱会当思想，什么款的人才算伫弱势的群体？咱要安怎来付出实际行动来关怀因呢？我想，上帝爱咱做的，就是爱互相伫集体中间来帮赞、来关心。那呢，咱就当将上帝福音传出去，互人人拢会当得到救，互人人拢会当得到救。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疼，毋是单单要互一个人，也是特别需要特别的人，是互每一位你所创造、你所爱的囝儿。主啊，阮当已经领受到你这个丰盛的恩典。求主，互阮会当真清楚，将阮领受到经历你救恩的这个故事，甲人来分享。透过阮的分享，互更较侪人真正来明白你，互更较侪人会当来领受你的疼。愿主亲身来看顾阮，赏赐阮教育气力、能力、智慧，互你的福音传遍伫台湾这块土地。这是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
新的界面，我们用这个界面，成做阮一生的帮赞，得到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得到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